大家听到就是黄志芳上新的讲法。另外，要来关心最近像讲外送平台，抑有啉烧酒了后，请人代替洗车，才新型的服务工课愈来愈时行。一寡食头路人嘛想要来试验者，上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做事时间较自由，袂束缚的。另外，各个月较辛苦一个，加走规纸，月结平均册拢有5-6万块，看起来薪水行情袂歹。也毋过人咧讲，做后遐毋惊日晒，做这个草泥啊嘛毋惊烫烫。有时晒空，有时日晒，也有可能和啉烧酒的人有冲突。食饭时间和生活加减和一般人嘛无相共。人讲猪肚煮汤嫌无菜，土豆八平，你就知钱歹赚。你好，我台湾代驾。半暝过来，代理驾驶踮伫 KTV 的门口，等咧要载人去登去。像这种做代替人服务的工课，各有因。不管好天还是落雨，拢会送到位。外送的服务愈来愈多，不管是送外送，还是代理驾驶，这款的工课因为上班的时间真自由，阁会当兼咧做，加上无啥物专业的要求，才愈来愈多人想要试看卖。时薪换算下来比正职还优渥，未来有考虑转正职。两种行业比一个，外送的工课上无用的时间，大部分拢是食昼甲食暗的时间，一工走20到30抓，月结超5万块。啊，代理驾驶是半暝较无用，一工走4抓到8抓，月结超有6万块。代驾司机的人数跟一两年前比，大概成长了3倍左右。虽讲薪水袂歹，毋过嘛毋是啥物人拢适合，因为毋若爱将压路的状况，避免发生交通事故，阁有曝日压雨，乘客啉酒咧犯各种的问题。另外，食饭时间甲生活嘛有可能会甲普通人无同。送餐的时间是我们赚钱的时间，我们不会拿去吃饭，都会利用在别人吃饱饭的时候自己再去觅食。代替服务的工课有机会有袂歹薪水，毋过民众要做进前，可能也是爱先评估家己敢有法度承担做这种工课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